讲，真正龙图书在什么所在？你若讲，当免讨赔听。我真正唔知影。水莲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你绝对唔敢安尼做。是毋是背后有人咧指使你？你坦白讲出来，唔免受皮肉之疼，而且我阁会用互你一大笔的银两。无人指使我啥物拢唔知影。继续拍。是。师傅，红叶嘞，破精神，继续拍。是。报告院主，通判大人，请院主记一撮。好，好无？师傅，甲关起来，甲搞好。是。大钱啊，你赶紧叫我来，有什么代志想？你两个落去。是。院主啊，你是要让母亲出来，害我都给你骗了。是什么代志啦，大钱？哎呀，你母一条计条大书，强占千万下产业，即摆吴元阳已经告我官府来啊！吴元阳来告官？就是啊，你母一条计条大书，叫我去替你见证，害我给你牵连。哎呀，歹势啦，大钱啊，我暂时唔知一定用大书是假啦。啊，吴元阳你来告官，啊，你安怎处理？我来处理，我只有拖时间啊，也毋过嘛袂用拖伤久啊。到尾啊，总是爱互伊一个交代。若无这件代志，行到顶面去，我这个通判就免做啊啦。大姐，我正在查真的用大书的下落，恁偌久啊，我一定会找到。大姐，啊，元阳的代志，你着小解拖一下呢。嘛只有安尼啊。假，无对，我一看迄两大书，迄根本就毋是大师兄的笔迹。哦，安尼真正有看到着，堂堂一个院主，竟然有这个小人的步数。姐，啊若假的吼，咱千万社财产应该还咱才对啊。我已经去听书告状啊，请通报大人替咱做主，应该加几工啊，就有好消息啦。好嘞，大师兄，大师啊，创啥？大师兄，你若外头平身对叫你起来创啥啦？大师兄，免我提分落你啊啦。袂用的啦，大师兄，你袂用的啦，你慢啊，将大师兄带去房间休困。大师兄，起来，赶紧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社主，带下你大祖先，请你保庇大师兄，赶紧甲毒解掉。元日子啊，向来，你来，遮坐。向来，你是安怎样？你看起来面色无甲偌好呢。我姑娘，你小姐破病啊啦，破病？是安怎样？是刮着啦，拢是阿辉害。阿玲，莫讲话。向来，阿辉已经转去阿里西啊。恁的代志，阿辉嘛拢有甲我讲啊。我本来是有答应讲要去找你，啊，毋过我真是有影行袂开骹，所以。元日子啊，今仔日我毋是为着阿辉的代志来，我是为着恁清源社的代志。换着安尼对待恁清源社，我是感觉足见笑，我是替我爹，甲恁回死的。哎，向来，起来！哎呀，你安尼是伫咧创啥？来，遮坐。无毋对，我确实是对恁阿爹真袂了解。啊，毋过恁阿爹是恁阿爹，你是你，我袂对你牵拖入来。本来我阁想讲，你会当做我的安尼，即摆安尼看来是无可能的。向来，你看起来身体足虚弱的，你家己都要顾护好。
阿哥，感情的代志是袂当勉强，你该看较开咧，吼。这几天我倒伫咧眠床顶，家己好好想看卖啊。才想讲，像我这款个性，遐尔任性，遐尔无讲道理，人根本就要来爱我嘛。就亲像我阿爹同款，伊遐尔爱你，啊，毋过伊做出来代志，煞人看袂起。无喏，龙兰，你无共款，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查某囡仔。你甲阿辉的代志，敢若会当讲是恁两个无缘。无缘，那只有安尼解释。万日子，我可能无机会见到阿辉，假准也见到伊，伊替我恭喜，我祝福伊，祝伊甲富爸公主会当白头偕老。香兰，你真是有影变一个人呢。假使阿辉若会当亲耳听到你讲这话，伊毋知感觉无安慰咧。真正龙图书在什么所在？这个阿人甲水莲一定有问题。阿姨啊，民主，去请专管。走，你找我。吴元阳为了迄张计量图书，已经去官府告官。通判大人讲，咱若无将迄张正量图书找出来呢，可能会将清源社搁交倒等去刑错禁。今仔日一定要叫水莲，看迄张真正量图书藏在什么所在，这件代志就交予你办。是，我知安怎做。水源，真诶量图书伫倒位？你赶紧讲，若无你先好。我真正唔知影。你讲唔讲？你就莫怪我。你讲还是唔讲？你免叫我公事公办，你免想要甲我讨人情。我真正啥物拢唔知。你嘴真硬，我就拍甲你讲出来为止。这是倒予你。伊若是真是唔讲的，你应该知要哪办才对。动手啊！紧动手！你到底要讲还是唔讲？我给你一遍机会。你上好是赶紧讲，也若无讲第二刀、第三刀，紧讲啊！我无啥物话通好讲。你就莫怪无客气啊！水莲，金鱼是
车大夫。是。别人的心肝上够强，竟然对水莲下手，敢讲伊甲水莲才是有啥物关系？是我导的，敢真是我导的？师傅，是吧？师傅，这有一寡处理费单，需要你签。等下，师傅，还有啥物代志？不是我导的啦，实在是。师傅，我知啦，这个方法我要用伫蔡紧的身上，师傅对我无放心，这嘛是人之常情。啊，水莲即摆上怎？师傅有看过，若是无化验，应该是无啥物代志，小静养者就好。好啦，水莲的伤痕哦，一定要好好甲伊照顾。真讲若要死，嘛得找到迄真正良导师才通回死。我知。阿兰，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，你老实甲我回答。师傅，请问，水莲原本是你的查某，你哪做会落手？阿南敢若知影对师傅尽忠，唔允准任何人反背师傅，甚至我的爸母嘛是共款。哦，啊，你落去。是。这个阿南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阿春啊，调查后发展嘛破病，这段期间所有的工课都由你来烦恼，等下到后发展转来为止，知无？我知影啦。啊，好啊做，我带你四界看看，吼。白茶哦，人要订茶无？阿舅啊，这个无看啊，这个无看诶。我这个情况下了，怎么你卖茶位啦？你留喺米店，日子敢有变换？歹啦，就为了要顾三顿吼，只好受这个委屈啦。唉，想袂到咱情况下就安尼倒啊。要怪吼，莫怪咱社主吼，无长进啦。话嘛毋是安尼讲，咱社主人想过调治，毋则会去互区仔台中食死死。这个区仔台中，背后还有通报大营会做靠线，咱这百姓哪会当会搁做官的啦？小影，啊，你讲你卖茶的哦？是。这茶我拢买啦。哦，请问你带倒？我甲查打过啊。哎那，你无用我来哦。免啦，你这米哦，我嘛买，我嘛买。快咯，我爱人家开讲俩。来，坐，我请你啉茶来。加开讲，坐。哎，头家，不要个提两个来啊。对啦，我拄才听恁讲迄什么社啊，什么区台中，迄什么代志啊？我是一个查甫人，本来应该是我照顾月娘，保护月娘才对。但是，安怎转来，今日煞伊来照顾我，保护我真见笑。
蔡家的祖先，我是蔡家的罪人。规个情愿社，互我败了了，连洪彩玲的所在都无，都爱甲恁结咱别人的所在。我该死，我真正该死。我知影我罪过深重，应该以死谢罪。但是，我知我若是死，嘛无法度赎罪。到勇敢，嘛无免通见面。祖先，我要振作，我要重振清源社，所以我要去一个所在，彻底甲夺解掉，请祖先保庇我，给我力量。等候我若甲夺解掉了，我会亲自来请你当奉拜，重振咱的清源社。官人，请你原谅我点点仔离开，因为我无想要拖累你，嘛无想要冤枉你。我要靠我家己的力量，甲夺解掉。你等我成功，我要你重新看待我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姐啊，你困啦，我来顾啦。要困。哦。大叔兄人咧？哟，安尼无看？紧找看卖咧！大叔兄，大叔兄，大叔兄，大叔啊！大叔兄，哎呀，参个倒位，弄我唔好啦！我是安怎个人咧顾到要困去啦？姐啊，这个是怪你的啦。咱这几日咱两个不干呢，无起笑就算袂歹啊。慢啊，大叔兄即摆家己一个人，万不然若是伫咧个老皮，会有性命危险，咱紧混落来找看卖啊！大叔兄，阁无食。永兰，阿爹，压力有较好无？有啊，有较好啊。阿爹，你别烦恼啦。永兰，毋是阿爹爱讲的，我无讲就阁袂用的。阿贵的代志，你就甲看较开情嘛。代志过去都已经过去啊，我袂囥伫心肝头。真是了。永兰，我看你这表情，你毋是咧欢喜啊？永兰，坦白讲，阿爹颠倒我希望吼，你当陪我甲以前同款。我讲一句，你甲应3句。我颠倒无爱看你即马即款情形。你摕去啉酒。多谢。文主，陈辉，你哪来遮呢？我听讲你犯了抢劫罪，我感觉足奇怪，你哪有可能去做这款代志啊？本来就不是我做的，也毋是你是啥物人呢？我嘛真想要知影是啥。阿辉，因对你好无？假使因若是对你无好咧，我会用去替你疏通一下。多谢副院长的关心，我真好啦。是讲啊，对我这种逐工做代志已经做习惯啦。
即马吼规工看袂到日头，风刮遮营营无代志，逐工咧食营饭，实在袂习惯。阿辉，我真紧就当互你看到日头。柯文主，你有啥物条件？我的条件就是你莫带虎爸，带我的查某囝向南。柯文主，你的意思是要摕恁查某囝的终身大事来做交换的条件？安尼是毋是伤糟蹋恁查某囝？而且嘛有失身份。我嘛无想要安尼做，也毋过我是无愿意看我的查某囝为着你安尼。向南是安怎？向南为着你去跳海，今嘛在发烧。啊，即摆人安怎？人好好的，但我内心的创伤是无法度通回忆的。阿辉，我以一个演主的身份来这个所在看，第以前根本就无可能发生。我今摆来甲你参详代志，希望你当好好考虑一下。柯文主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话讲转来，以向南的条件，要找比我较好的查甫人，外口真多。但是虎爸不共款，我阵若对伊无讲信用，伊就爱死。所以你唔肯答应是？我相信向南的痛苦是暂时的，过无偌久，伊就无代志。谭辉，我会向你出价，也向你袂互你出价。我既然无做这件代志，我就唔相信无办法兴我的清白。好，也安尼你就继续等。永兰，请你原谅我。水莲，你先冷静，你先冷静好不好？你当然我的另外一刀，你叫我想要哪冷静？迄个时阵，若不是我用我的身躯去动你的刀，我即摆命不是全部都毁掉啊！你讲啊，你哪会这样？你想我看卖？你莫假啊啦！迄个时阵，顾台长若是叫你杀我，你嘛是会动手对不对？哈！你是我哪会这样用？你甲我讲实在。水莲，你先听我讲。我袂听，我袂听。水莲。我是冒着叫副台长发起危险来看你，你若是无冷静，我马上就走。好了，好，我卖到，你卖走好唔好？水莲，开拢看袂出来，副台长根本就是咧利用我。迄个时阵的情形，我若是无安尼做，咱两个都是会无命。你知影无？那安尼，你就会当唔管我的死活是？真歹势，我一定爱安尼做。也毋过我知影，若是无摕到真正量度书，区台长一定袂互你死。我并唔是惊死，只是你安尼对待我，我甘愿唔有啊？我嘛唔愿意看到你即马呢。水莲，你放心，等我把区台长解决掉。千万写甲军机员就拢是我的，我找上尾的大夫，替你甲你的伤痕医好。唔免啦，无路用啊。水莲，你是因为我才变成安尼，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袂互你失望的。你讲的敢是真的？你袂用搁再欺骗我。水莲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无可能甲你欺骗啊。水莲。以后我若是成功，嘛拢是你甲我斗相共，我哪有可能辜负你啦？也毋过目前上重要，就是伫我的计划还未成功进前，你绝对袂用讲出梁导师真正下落。也若无，咱所做一切都拢会白费。那安尼，到底我会等偌久？我实在是无法度搁忍受落去。我惊区台长会用搁较凶的手段来对付我，到时阵我唔知我敢有法度搁忍落去。虽然你一定爱忍，
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对付柯台长的方法。台长，我后摆嘛无啊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已经想好对付柯台长的方法。台长，我后摆嘛无偌久。柯台长这么干巧，你敢真正有法度对付伊？相输相赢，还阁唔知咧。阿兰，你敢一定要安尼做？我无你做啥物社主、啥物言主，就算你是一个乞食，我嘛同款会对你啊。乞食，我才无爱咧。我是一个查甫囝，就应该做大代志。我无可能平凡过一世人。你若是想要对我，就该照我的计划去行。师傅啊，我拄则去查房吼，去问水莲迄张梁图书的代志。哦，结果？迄个查某，你莫看这两者，个性我真倔强，死都唔讲。我咧想嘛是安尼啦。啊对啦，阿兰，昨暗我咧看小目的时阵，码头向面哦，或者是有淡薄仔问题伫，你去查看，摕转来我看卖。是，我马上去。阿兰去查探，敢真是为了迄张梁图书的代志？大孙仔，奇怪，我已经找几工啊，拢无看到伊个人，到底是走去倒位？敢会是？大孙仔，大孙仔，你较清楚。 你小啉哪些咧？小啉会倒背啊！大孙仔，你做会到？你小啉哪咧？因为你是老社主的后生，你是千万社的社主，你是我从细汉到大汉的大孙仔，你做会到？你小啉会倒背啊！你做会到？大孙仔，大孙仔，大孙仔。我无资格做我老爸囝，我无资格做清源社的社主，我无资格做你的大孙子。不管你安怎讲，我拢袂放弃。大孙仔，你是安怎要走啊？你敢知我找你找到足着急的？我了，是我家己无争气。 甲规个清源社败了了，家己搁变啊这款模样，一切责任都爱我家己来承担，无爱连累恁。你是了后白讲啥？
咱是家己人，你是咧讲什么言语？叫，咱来等候。我不会等你，我要让人再解毒。你既然若要解毒，是安怎话甲我等？你通让阮家弟仔来照顾你啊？家己做代志，家己担。我要靠家己力量，甲毒解成功。听我的话，你转去，我敢有一个希望尔。希望你早一丛香，踮我祖先面头前，替我一点好心，安尼我就甘愿不前啊。无啊，我不爱转去，我袂用帮你一个人住遮。即晚好佳哉是我到位，啊若无是谁知讲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叫你转去听无晓。我不爱转去，我甲你讲，我唔转去都唔。你要听无？你知影，我都讨厌你的，我讨厌对我上好，我讨厌你这款作弊的模样，我讨厌你大人拢要互我为难。我天，我绝对讨厌你，总有一句我不爱看到你就对，转去。你想要叫我，赶我走，对吧？我了，算我救你安尼好无？等你啦。咱莫搁记这个代志啊！大孙啊，有一个好消息我袂好甲你讲，你就走。你敢知影区台中伊7月提迄张良图书是假的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敢知影区台中伊7月提迄张良图书是假的？我已经有请官府替咱做主啊！千万写无偌久就会还咱啊！你爱振作起来，赶紧将阿平改掉，通我重整咱的情缘社。假的？你讲良图书假的？对，是我亲目睭看到，迄根本就毋是你的笔迹。不可能啊！我迄工面就签2张啊，一张是水的赎身契约，一张因讲要留做证据的。但是我咧想，迄条可能良书。你才是签2个名？奇怪，我看就是假无毋对啊，是安怎那？我知啊，一定是区台中，伊想要得到我，阁唔甘放弃情缘社，所以才用假的来骗我。当我面头前甲伊拆破，通好互我感激伊，伊达到我嫁予伊的目的。当我饲你若煮正食饭，我想要反悔都袂有啊！我险啊去互伊骗去，这个区台中心机真是有影真重，伊。竟然用一张假的来骗我，遐慷慨甲拆破，我险啊就去互骗去呢。你现在讲啥？良图书我叫区台中啥物关系？你敢讲？你敢讲？本来是想讲要用我来换迄张良图书转来。我知哦，你哪瞎讲啦？就算你叫区台中，我讨回情缘社有啥物意思？我干嘛无爱情缘社？嘛无爱你叫区台中款人。你爱记，你以后袂使咧为着我，袂使咧为着情缘社去做戆代志，听到无？好啦，你莫生气啊！
咱来等好无？我为着找你，到即摆拢还袂回去，后班一定足着急的。我爱等你，我家己要来諗只解答。你等下班来保持平安，等下我解答若成功，我自然等去找恁。袂，万不然还我互你走去，我是要去倒位找你。你若唔等去厝的，我就唔走。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。想袂到遐尔顺利，我会当吼一直做到我即马伊病好为止。啊，这段时间吼，我一定会找着黄美华，啊，搁有迄个通判贪污的罪证。春啊，我今日吼甲这在地人开讲吼，我才知影讲这笨手通判吼，好去到地方的头人，什么军艺院的演主甲买手去呢？因两个用无正当的手段去甲一个社团或者千元社共食的呢。你若咧听说吼有这方面的消息，嘛要小注意者。是，我知影，咱分头经营，我相信哦，咱真紧就会当完成任务。春啊，你即摆咧听说哦，爱较注意哦。若这个笨手通判伊的个性哦，伊若知影你的身份，伊绝对会要保家己哦，对你不利。我知影，我会较细意的，啊，你嘛是同款哦。啊，做啥物代志哦，一定要用头脑呢。你即摆讲即句话意思，敢若我唔爱用头脑。无啦，你有啦，你有用头脑啦。卖记。阿兄，啊，我拢遮尔大汉啊，我甲你讲，我要家己去找阿辉，你就一定爱对。哎呦，假使讲吼，这若是咱地盘吼，你要就沙落海，拢随在你啦。要毋过你是要去加马兰呢？哦，去加马兰干安怎？啥物人甲我欺负？虎爸，汉人哦是足干巧的，我看吼，咱是较细气较好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莫讲遮济，紧行啦。哦，我是想讲哦，啊，困觉嘛看会较好，才颠倒严重啊。梦啊，梦啊！啥有？啥物代志？去药房，甲我跳一跳舞，配方药啊，等下做通我食。啥有啊？你手是安怎会增加呢？你莫管遐济啦，紧去啦，紧去啦。是。师傅啊，这我昨伫码头摕1个月份的小吧。哦，可以啦，啊我则慢慢来看啦，啊你出去。对啦，师傅，我想要向你申请一笔鸟鼠药的开销。鸟鼠药啊？是啊，最近哦，这鸟鼠阁愈来愈侪啦。昨我房间鸟鼠夹啊，发现到血液，我咧想一定是有夹到鸟鼠，也毋过哦，阁无看到尸体，一定是叫伊逃走去。对啦，师傅，竟然这只鸟鼠哦，无法度鸟鼠夹夹到，可见这只鸟鼠一定是大只阁干巧。咱厝内底哪能饲这么大只的鸟鼠？师傅，我咧想哦，咱应该把这只干巧鸟鼠废掉。好啦，你家己做主就好啦。副公主，带大头目跟虎豹公主找你。哦，紧请入来。是。带大头目，虎豹公主，啊，你哪会来呢？我是来找陈飞的啦，你紧叫伊出来。恁是来找陈飞？无唔对，阿飞答应我讲要带虎爸做某，也毋过伊讲要先来遮找红兰小姐讲个清楚，结果人来煞袂记你倒转去。今仔日我是来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唔对咧，阿飞是要娶某唔对啦，也毋过对象唔是虎爸公主。啊是啦，带大头目。阿飞有来向香兰求婚，这样代志我嘛答应，拄则嘛已经举办婚礼。你骗啊！阿辉要娶香兰呢？无对，我嘛袂相信陈飞会做这款代志。要信唔信由在你啦，事实就是安尼啦。也若无阿飞，为什么到即马还袂转去？你甲阿辉叫出来，我要伊当面甲我讲清楚。真歹势啦，阿辉甲香兰小姐即马伫外口佚佗，无伫咧。我唔相信，阿辉，阿辉，你免叫啦，
电话甲收声伊就是无得嘞。阿兄，虎爸，咱莫管你，爱去买车，行，等。阮公爷敢是凊彩人当行当？我尊重你是一个头目，嘛希望你会当尊重阮。你要我尊重你是无？会用的，你马上甲单位交出来。也若无效果，我是无要负责啊。你是有够烦的，好当你入去看卖，你若加入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对我无客气，区台长，你这是我惊你是无？敢讲你唔惊，我甲我的族人就领导抬了了。第一大头目啊，卡叔若是安尼，你想阮敢有可能互你转去娶人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讲你唔惊，我甲我的族人就领导抬了了。第一大头目啊，卡叔若是安尼，你想阮敢有可能互你转去娶人？你，白阿公，阿玲，你甲我讲，林小姐有教会是真无？有无？阿玲，咱无需要骗人，你老实讲，你讲。你紧讲啊！是啦，阮小姐会甲阿辉成亲啊啦。我唔相信！我唔相信！我唔相信！虎爸，虎爸！阿莲，入去药啊转转，互恁小姐食。拄则遮发生的代志，一句你都袂明讲。是。啊啦，你拄则想的步数确实明白。就准讲阿辉无死咧家落内面，伊嘛是无法度让甲阮爸成亲。甲干嘛咱做无法度去亲情？阿辉就无靠山，若无靠山，伊就永远无法度威胁到咱军义恩。啊啦，你有够是哦。师傅啊，我安尼做拢是为着咱军义恩。也毋过，师傅，咱安尼做哦，也是无法度无枕无忧。因为阿辉的罪不抵死，有一天伊若是叫人放出来，伊甲地大头牌的误会若是讲明，安尼亲紧就要做伙。这点我是有想到，上好的办法，就是我永远拢袂得出来。阿玲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哪会无啦？我看到有嘛，有代志就要讲出来，什么代志紧讲啊？我若甲你讲，我惊会予老爷骂啦。那安尼这件代志就是甲我爹有关系，什么代志紧讲啊？好啦，我讲啦。拄则我伫咧大厅，我有拄着地大甲虎爸公主。地大甲虎爸，因来遮创啥？是来找阿辉啦。找阿辉？但阿辉，即嘛毋是应该咧准备甲虎爸成亲？伊哪颠倒走来遮要找阿辉？而且伫咧大厅，来阿甲安南总管，爱我斗相共骗因讲你甲阿辉已经成亲啊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